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如果你將《尋秦記》當成一套普通穿越劇，其實你會錯過咗佢最恐怖，亦都最殘酷嘅核心。因為呢套劇表面講緊一個人返去過去可以改變歷史，但實際一路睇落去，你會發現真正嘅信息完全相反。佢唔係講你改得幾多，而係講你其實改唔到幾多。項少龍係全劇唯一一個知道歷史走向嘅人，理論上佢應該係最有優勢嘅角色。但《尋秦記》一路都冇將呢個優勢寫成爽點，反而不斷拆解俾你睇。知情並唔等於有能力，你知道會發生乜，但你未必阻指導，甚至有時你嘅介入只會令結果變得更加殘酷。呢一點喺當年其實好反直覺，因為觀眾普遍期待穿越故事就係要睇主角點樣用未來知識逆天改命，但《尋秦記》偏偏唔俾你呢個滿足感。佢反而一再提醒你，歷史之所以成立，唔係因為某一個人而係因為制度環境、權力結構同大量你控制唔到嘅因素。所以《尋秦記》真正恐怖嘅地方唔係時空錯亂，而係無力感。你會發現項少龍每一次選擇都係局部性嘅，佢可以救到一個人，但救唔到整個局；可以改變一段關係，但改唔到權力方向。呢種寫法其實好成熟，因為佢唔再將歷史簡化成英雄故事，而係將歷史寫成一個巨大而冷漠嘅系統。如果你再拉闊少少睇，你會發現呢種無力感其實同我哋而家身處嘅世界，好似我哋知道好多制度有問題，知道某啲走向會帶嚟後果，但真正可以改變嘅，往往只係自己生活入面嘅一小部分。呢種集體無力感，正正就係《尋秦記》能夠穿越時間仍然成立嘅原因。而正正因為咁，《尋秦記》先會顯得比一般穿越劇沉重。佢唔係問如果返到過去你會點做，而係問就算你返到過去，你又真係做到啲乜？呢個問題本身已經唔係娛樂，而係哲學。如果將呢個主題放返喺而家嘅創作環境，你就會明白點解而家嘅劇好少再敢寫呢種改唔到嘅故事。因為演算法同平台最唔中意嘅就係無力感，佢哋需要爽點，需要即時回報，需要主角贏而尋秦，既選擇咗一條完全相反嘅路。而家嘅內容生態會傾向獎勵改變世界嘅幻想，而唔係面對現實嘅殘酷。因為前者容易留人，後者容易令人不安。但《尋秦記》正正係用呢種不安逼觀眾思考自己嘅位置。如果你一路睇《尋秦記》，你會慢慢發現一件事：項少龍越到後期越清楚知道自己嘅限制，佢唔再幻想可以改寫歷史，而係開始思考點樣喺不可改變嘅大局之下保存一啲人性。呢個轉變其實比任何英雄成長都更加真實。而呢一種轉變，亦都係《尋秦記》同一般爽劇最大嘅分別。佢唔係將主角推向權力頂峰，而係將主角推向認知邊界，逼佢接受世界唔係為你而設。如果你用而家嘅標準去睇呢種故事，你會發現佢其實好唔利於推薦，因為佢冇一個清晰勝利節點，冇一個可以反覆剪輯嘅爽位。但正正因為咁，佢先能夠留喺觀眾心入面。而呢一點亦都解釋咗點解而家好少作品願意花30分鐘去講一件事，改唔到，因為喺演算法眼中呢種內容轉化率低，風險高，但喺人性層面呢種故事反而最真實。講到最後，你會發現《尋秦記》其實一直都冇欺騙觀眾，佢由頭到尾都冇承諾過你可以改變歷史，佢只係陪你一齊接受呢個事實。而呢份誠實先係佢最殘酷亦都最珍貴嘅地方。所以如果你問我《尋秦記》最恐怖嘅地方係乜，我會話唔係時空穿越，而係佢早早就同你講清楚，你以為你有選擇，其實你只係喺一個巨大系統入面揀點樣活落去。而呢一點正正就係我哋今日再重提《尋秦記》仍然會感到不安嘅原因。如果要真正去到90分鐘級，我哋一定要再拆第二層，就係知情本身其實唔係力量，而係負擔。項少龍最大嘅痛苦，從來唔係佢改唔到歷史，而係佢明知歷史會發生，但仍然要眼睇住事情一步一步向住佢知道嘅結局推進。呢種心理狀態喺一般爽劇入面係唔存在嘅，因為爽劇一定要將知情寫成優勢，
但尋秦記反而將知情寫成詛咒。你會發現，項少龍每一次嘗試改變，都伴隨住更大嘅內疚，因為一旦佢出手失敗，佢唔可以用無知去安慰自己。佢知道如果自己唔插手，可能結果反而冇咁差。呢種事後回望嘅痛苦係知情者獨有，觀眾係一路跟住佢承受。而呢一種知情者痛苦其實同我哋現代人非常相似。我哋知道好多事情嘅走向，知道某啲制度會造成傷害，知道某啲選擇長遠一定有代價，但知道唔等於可以避免，甚至有時知道得越多反而越難行動，因為你會不斷計算後果而失去行動嘅衝動。小於井號0，八井號大於尋秦記。之所以咁耐都仲有人拎出嚟講，正正因為佢唔係寫一個成功者，而係寫一個被知識拖住嘅人。佢嘅掙扎唔係能力不足，而係心理負重過高。再推落去第3層，就一定要講制度吞噬個人呢件事項。少龍唔止一次嘗試繞過制度，但結果都係被制度反噬，因為制度唔係單一敵人，而係由無數人、無數選擇組成。你可以改變一個人，但只要整個系統運作邏輯不變，結果仍然會向原本方向流動。呢一種寫法其實好殘酷，因為佢否定咗英雄主義嘅核心假設，即係只要夠努力、夠聰明就可以逆天改命尋秦記，反而話俾你聽，努力可能只係令你更清楚自己嘅渺小。而正正因為咁，呢種故事喺今日演算法時代幾乎冇生存空間，因為演算法最需要嘅係希望感係即時回報，係可剪輯嘅勝利瞬間。但制度吞噬個人呢種主題需要時間，需要累積，需要觀眾願意陪角，識一齊努力。如果你將尋秦記放喺今日平台，你會發現佢嘅好多核心段落都會被標籤為沉重節奏、慢唔夠爽，而被建議刪減。但一旦刪走呢啲段落，成個故事就會失去靈魂。最後，我哋一定要講觀眾點解越嚟越唔接受改唔到嘅故事。因為而家嘅娛樂已經變成情緒補償機制，觀眾入場唔係想被挑戰，而係想被安慰，想見到努力有回報，選擇有意義。但尋秦記做嘅係相反，佢逼你接受世界未必合理。所以當我哋話而家好少再見到尋秦記呢類作品，其實唔係創作人唔識寫，而係市場已經唔再獎勵呢種誠實。講到最後，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90分鐘嘅核心，就係尋秦記其實一直都唔係關於穿越，而係關於接受。你喺一個巨大系統入面能夠做到嘅其實好有限，而你仍然要選擇點樣活落去。而我想留低嘅問題亦都比之前更殘酷。如果一個故事誠實到話俾你聽，你嘅努力未必改變結果，咁你仲會唔會願意睇落去？